Day 14身份穩定度測試。當你開始轉變，身邊一定會有人質疑你嘅，或者用舊模式去對待你。喺呢個時候就係最好嘅穩定度測試啦。你開始為自己設定界限、界線，例如你返緊工嘅就要準時收工啦。同事話：喂，咁早走，唔怪得你咁得閒啦。如果真係咁樣發展或者咁樣出現嘅時候，你會有啲咩反應呢？嗱，呢個只係一個例子嚟嘅啫。如果你係老闆嘅，咁個情況係唔一樣噶。首先呢，第一個有機會發生嘅反應就係動搖啦。譬如話，你即刻個心會覺得好內疚，解釋啊，同事唔好意思啊，我屋企有事啊，或者翻轉頭，慢慢坐低翻自己個位一陣先。呢個呢，我哋叫做動搖反應，好容易俾外面嘅環境影響到你真係想做嘅嘢㗎。第二個就係穩定反應啦。當同事如果咁樣挑戰你嘅時候，話：喂，你咁早走嘅，唔怪得你咁得閒啦。你會唔會係穩定反應呢？穩定反應嘅人就係內心平靜，微笑回應。係啊，我而家好注重工作同生活嘅平衡㗎，然後繼續自己安排。你唔需要佢嘅認同，你只需要自己嘅認同。你嘅價值唔係建立喺任何人嘅一句評語或者評價上面㗎。今日當有任何外界嘅質疑或者唔同嘅意見出現嘅時候，觀察下自己內在嘅水位有冇劇烈嘅波動啊！而家我邀請你做返一個3-4-4嘅呼吸法，3秒慢慢用鼻吸入空氣，將氣 hold 上頭頂4秒，然後4秒慢慢用口呼出。做完3次完成咗，就可以去你嘅小功課度檢查下自己嘅新身份穩定度啦。